来看为着减少农作物的农药残留哦，农业部跟云林县政府是推广一铺快速体检的技术，伫农产品出货进前，会当随来检验，随着知影结果，咱做回来了解。将农民采收的蔬菜泡水，佮取样一公克来检验，经由质谱快速的体检技术，上紧1天内时间，就当透过简讯通知检验结果，让农民知影这些蔬菜敢有农药残留。就是较早进前的区的，咱农业业的，甲台北迄套无共，农民有啥拢足困扰的，啊，即摆人我即套，有哪个互农民较利便，啊，甲台北一样，大家农民都较会讲一个心无靠的呢。农民表示，过去常发生蔬菜卖去市场，快因农药残留被冻杀，对农民造成损失。现在为着要为源头管理，农业部和文管府推动质谱快速体检技术，会让清楚知影农民用药的状况。是，它分析出很多的那个农药残留，哪一支农药都可以分析出来，所以他们会知道说，哦，这支农药是药效多久，还是不能用。所以现在的农友他们都渐渐的都有改善了。前处理的分工其实可以加快检验速度，只要送小小的样本过来这个快检车。很快的，我们就可以知道结果，这是目前的一个分工啊。当然，我们会希望未来如果农民需求增加、量能不足的时候，就是持续增加这个行动的检验车辆。有网友表示，原来过去敢有后尾科技大学设置质谱实验室的复检中心，现在乃当地所在产区设置快检站，会当提升检验结果的及时性，让农民掌握农作物的农药残留，和蔬菜安心的快速上市。记者从云林报道。